经不再是过去的说一定要用吸食或者是用注射的方式，有时候透过一些吃的东西，然后看起来可以减低你戒心的比如说有一些软糖啊，有一些这个布丁软糖或者是一些冲泡的咖啡粉，这个可以降低你的戒心，它的反应会变得比较慢，讲话脑筋好像变得比较不灵光，那精神会变得很差，精神萎靡，因为它检测通常来讲比较困难一点点，所以在很多的医院的传统检测上会验不出来，那所以很多人他吃了事后后悔了，可是也没验到什么东西，他也不确定对他后续身体是不是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，所以这是对个人跟国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。医师可以。